我係老虎，哇哇哇！我係黑烏，嘰嘰嘰。我係衝強鹿，鹿鹿鹿。我就係快樂嘅動物，耶！紅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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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係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兩隻照相叫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節目就會開始啦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冇得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冇得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水哥，你到底喺做乜㗎啊？做戲啊？做乜嘅戲啊？就是电視上有一隻好大的猴子在抓人啊。睇過，嗰隻戲很強啊，很怕的，佢睇到打戲啊。係喲，咁咩戲啦？咁係大先生，店名叫做 King Kong 啦。King Kong 係金剛。金剛，跟金剛啦，黑烏有什麼不一樣啊？等下哦。看兩隻出啲嚟啊！兩隻出係金剛，兩隻長係黑烏。安醬姐，那還有什麼動物呢？等一下哦，我看到江江，老虎啊！哇，長頸鹿！安醬姐，我好想去動物園哦。還沒去。哎呦，做唔得，動物園安然呢，哎呦，睇見土長走得去。可是我好想看猴子、老虎，還有長頸鹿啊！我想到了。乜計啊？你去到那邊動物園。有斑點啊！做動物園好啊！個世界最偉大嘅英雄，除非是更多人。動物園怎麼冇動物呢？該場面實在係太少。最勇敢嘅該場面，天才為百姓嘅任務。冇動物，好，看下。有事啊！有狗！有熊！有動的動物！我跑了。太古，你畫的老虎不像老虎，好像貓哦。你快好，也冇強好，也當強啊！好累啦，也還有老虎、黑烏、老衝強鹿嘅面孔，做得來搞動物園嘅遊戲咧。我係做老虎。做唔得，
你当猴子，我当老虎。哇哦！啊，妹妹，你做闯江了，俺讲这做黑啊，俺讲做得做老虎。妈，俺讲没做黑我啦。俺是老虎，太个。我才是老虎。哇！俺做黑我，全部冇吵咧啦。你来手车门给听。等下，1、3、2、1记车门，里边都有黑我、老虎，还有冲江路。马上手到，就会做该到同步咯。啊！做唔得效应。俺就打老虎。我是黑我。耶！我是冲江路，蛇骨是黑我，太骨是老虎，我是冲江路。好嘞，你做得开始搞嘞。俺是老虎。哎呦，我手到黑我啦。讲讲，我是冲江路。黑我好，黑我强，黑我体质妙。讲啊，老虎长系体质妙。黑我长系体质妙。老虎体质妙。黑我。老虎体质妙。老虎。莫吵嘞啦。同步人每都有同步民生咩？你每来先同步民生好嘞。好啊！世界最伟大的英雄，苏克这个来了。同步人怎么冇同步呢？該場嘅殺到咗太少。最勇敢的該場人，天朝為萬選嘅人物。冇同步，好看啊！有事啊！有狗！有熊啊！我還想係哪一種同步？救命！先同步民生大賽開始，你哋下先來分享老虎上台。大家好，我係老虎大家，我做到當家，我也列當台，大家都係我萬數之王，請大家投我一票啊！希望大家。接下來，你分享黑我上台。大家好，我是黑蛙，我會在樹上盪秋千，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歡我，我才是最受歡迎的動物明星，請大家投我一票哦，謝謝！嘰嘰嘰。最尾，你分享衝江路上台。大家好，我係衝江路，我最唔好讓你上漲咧，我唔會唱老虎按哦，也唔會唱黑我按菜，我好點點的看得人人的素材，希望大家投我一票，因為我係最頂印象的衝江路，是唔你？一下請大家開始投票。你到底係乜東西啊？
今晚没老夫，老夫没看到安台上。哎呦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我是最厉害的恐龙啊！恐龙。呀！我提白看到按谁就爱恐龙。我看到恐龙都不会害怕哎。那个啊，今晚一家又小又爱恐龙。哎呦，谁掉了？你别闹了啦！加油，老奶狗！叮当飞哥，刚刚你有当好的同伴。嘿啊，我很喜欢动物，各种动物我都很喜欢哦。真的吗？今日你来讲动物变好不好 OK 啦，没问题啦。猪、牛、虎、兔、龙群，龙，沙、蛇，马、羊、猴、改、狗、猪、好搞！飞哥，你好强啊！厉害吧你啦！好，我来考你第一个哈，豚、马、狗。哎呦，你安尼哪有行啦？三个拢同款呢，哪有行？豚、马、狗，你安尼无行啦？我本來就唔係豚，唔係馬，唔係狗，你看唔出來嘛？我就係一隻雞呀！難呢？紅菇，hen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兩隻照相叫，哇哈哈，朋友和你在飛啦！感謝收看。